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在每周三的晚上，我们能够在同一时间一起来观看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也期待我们一起能够透过圣经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在享受神的爱当中，来享受更多生命的真理跟启示。也祝福大家，我们在今天晚上期待你能够有非常美好的夜晚。我们一起同心来唱一首诗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渴望神眼中那个最真实的你。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主啊，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主啊，我们渴望，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话语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的心更加的顺服，单单仰望神。愿你的话语在这世代，让我们再一次重新成就我们身上成为尊主为王的生命。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你的意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我深相信你的话语含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你去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我深相信你的话语含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愿你的灵照你去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
经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立。愿你的名照你去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我愿意降服你，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照你的话而行，照你的话而行。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外面的世界充满混乱、战争跟人的争夺，但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需要安静。恳求你赏赐给我们一颗安静的灵、安静的心，让我们能够重新来到主你的面前，来领受神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承认自己有些时候我们会不小心看错人、看错事情的许多面向，我们也常常被别人看错我们自己的心意。但是我们跟主说，主啊，我们恳求你赏赐给我们生命有足够的智慧。在今天我们要恳求圣灵就像亮光一样来照亮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帮助我们撕掉我们生命当中许多沉重的错误的生命的标签，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得着生命的释放的智慧。主啊，我们已经准备好，让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意。恳求你用你的话语再次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恳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撕掉标签，看见真相。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是我们的进度，在约翰福音第7章第1节到24节。期待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每一天都能够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充满许多生命的智慧，也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待人处事也好，为主服事也好，能够带出更不一样的生命，得蒙上帝的祝福跟喜悦。在看今天的经文以前，牧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们应该时常蛮常讲到有关标签。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曾经有一个老先生他曾经在公车上在坐公车的时候，他闭目养神在休息，那他旁边的3个孙子就在那边嬉闹。这个老人家呢，这个阿公他一动也不动，那旁边的许多这个搭乘这班公车的这一些朋友或者是这些乘客，他们就在那边就讲说，这个老头真的是没有爱心，也不好好管教一下他们家这3个孩子，吵死人。那也有人讲说这个老人一定很孤僻。那结果到站了呢，这个公车到站以后呢，老先生他就牵起了这3个孩子的手，然后眼睛都是流着眼泪对旁边的人说，对不起，我的孙子刚从医院回来，他们的妈妈在半个小时前刚过世，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跟我的这些孙子开口。全车的人瞬间就安静了。
各位弟兄姐妹，这些先入为主的这些乘客，他们对这一位老先生的一个言语或者是想法，就是一种标签。我们今天要谈到，我们要撕掉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我们那个时常会去把人家贴标签的心，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这些乘客对这个老人家的所做的这个先入为主的标签，不仅差一点杀死一个在悲伤当中的灵魂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在我们人性非常软弱的时候，我们喜欢听别人说谁如何如何，牧师怎么了，同工怎么了。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神的路上，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也蛮容易用外表来衡量一个人，或用外表来表象的东西来看待一件事情。而2000年前的耶稣，他在住棚节的现场里面，他也同样遭到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我觉得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叫做标签大战，可以说是对耶稣一直贴标签，一直贴标签。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蛮有意思的。我们从约翰福音第7章第1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住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完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第10节，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不是，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过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今天这一段圣经节，充满许多张力的地方。在当时候，在住棚节，耶路撒冷人山人海，那个气氛非常的特殊，因为呢，有人想要杀耶稣，也有人偷偷的在那当中在议论耶稣。而住棚节我们要了解一下，
住棚节是犹太人非常大的节日哦，大家都要去耶路撒冷啊。耶稣的弟兄在那当中用一个非常特别的口气，在第3节到第4节里面，我们看见他的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所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我们从这段圣经节可以看到，耶稣的弟兄期待耶稣，你如果要出名，就出去京城露个2手吧，好像要表演一下。但是耶稣知道，上帝的时刻总是跟人所宣传的、所说的计划是不一样的。耶稣他没有这个摇旗呐喊、大张旗鼓的去了，他是暗暗的去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从第1节到第24节，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分成3个段落来看，这个标签是怎么样在遮蔽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他的真相。我们可以从第3节到第5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亲情的标签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家人，耶稣的弟弟们弟兄们他们不信他呢，在他们的眼中，耶稣就像是一个一起长大的哥哥一样，标签就是可能是那个标签有点像是非常爱出风头的一个兄长而在家里面我们最容易给家人怎么样贴标签。譬如说我比较了解我的家人，然后我很容易了解我自己的家人，你们都不了解，所以我们就给家人怎么样贴了一个标签。我的太太啦，我的先生啦，他讲话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就给他贴了一个标签，这也是一种标签。或者说他就是很懒呐，他就是爱碎碎念呐。其实我觉得这在家庭里面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要好好思考，这个标签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做个撕掉。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很熟就代表我们了解他，却忘记了我们对自己的家人的生命应该要保持应该有的什么尊重跟好的对待。第二个，我们可以从第12节里面可以看到，第12节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什么？说耶稣他是好人，也有人说他是那他些能力只是迷惑人的啦。各位弟兄姐妹，这里非常有意思。很多时候在很多我们的环境生活当中，这就像是现代的网络风向带动的风向。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群犹太人，他们在找什么？他们在看待，在等待这个耶稣，他们不是用一个正确的心态在等候耶稣，而反而是一种议论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你也在等待什么样子的牧者，什么样的牧者才是好的，什么样的牧者是不好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忘记了，神要我们等候一个上帝的仆人，或者是一个上帝的仆人在我们身边，我们应当要在上帝的仆人面前，我们要去寻求什么？生命的真理。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彼此在灵性生命上面怎么样得着成长？各位弟兄姐妹，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群众里面会有标签的。听说谁说怎么样，这个风向我们常常活在别人的议论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随风起舞随意去评论别人，评论你们的牧者，评论我们的同事，评论我们的会友，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上帝要的心意。这是第二种标签。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15节，15节还有一个标签，犹太人就稀奇说什么？这个人没有学问，怎么会明白书呢？当耶稣开口教训人，这些权威的人懂得圣经真理的人非常的惊讶说，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学过，怎么会明白圣经的书呢？标签是什么？
没读过书的草包啊。各位弟兄姐妹，在职场，在教会，我们是否也是用一个学历，用一个职位，甚至用他奉献的金额来评估断定一个人的价值？各位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属于属灵生命里面宗教的标签。我觉得这是一种标签。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耶稣在第24节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他说不可以按照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着公平断定是非。外貌在希腊文里面也就是面具啊。我们时常用面具来断定是非啊。什么面具？我们不想要让人家看出我们的真相，我们不想要让人家知道这个原因在哪里。耶稣呼吁我们，不要只看那一张皮啊，那个表面，那个名片甚至一个人所做的某项错误的事情，或者是失误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好事哦。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见一个人的错误，一个人的失误，我们就断定这一个人没救了。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定罪一个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说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团体，但是我们的爱有没有时常带着一种标签在对待人家？如果你看到一个满身都是刺青的人走进教会，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请问一下，你是欢迎呢，还是怀疑呢？如果你看到一个长者，一个常年在服侍的同工长者，突然间情绪崩溃了，或者是情绪怎么了，你是用心疼、怜悯来为他祷告呢，还是说你就是这样啊，我们就评断他，认定他不适格了？各位弟兄姐妹，牧师觉得我们太常用标签去看人，我们就容易错误认定了上帝的创造跟初衷啊，不是吗？当我们错误认定了上帝的创造跟生命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亏欠了上帝创造人生命的荣耀跟恩典。各位弟兄姐妹，因为上帝从来没有这样子标签我们，不是吗？我们都是一个无药可救的罪人，是这样吗？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并没有标签我们，他来到世上，看到每一个他所接触的，就算是纳税的这个税吏，就算是税吏，就算是一个对人十恶不赦的罪人，他依然爱他，他依然怜悯他。各位弟兄姐妹，神他并没有标签我们是一个无药可救的罪人，但是神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蒙洁净，得着这份救赎，是希望我们过着一个蒙福，配得上帝，配得众人所爱的上帝的儿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想要邀请各位，我们如何要来学习耶稣他怎么样活出一个不被贴标签，不被这个标签所束缚的生命。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还是会有很多这类的讯息跟文化。那牧师用3个东西来跟大家分享，3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学习耶稣活出一个不被贴标签的生命，不被标签所束缚的生命。第一个，我们要尊荣神的时间。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把很多时间浪费在什么？看新闻媒体、看电视，或者是看一些我们的短影音。很多时候我们在观看这些，我们要有选择。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节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他不随着他的弟兄的起哄就怎么样，就去耶路撒冷没有耶稣他希望怎么样？他希望能够要谦卑的，要慢慢的，时间到了，有神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不是照着人的期待，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神，不是用人的期待，
人家期待我们的教会应该怎么样，人家期待牧师应该怎么样，人家期待教会应该怎么样。当然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一定会对教会、对牧者、对我们的环境是有所期待，但是我们的期待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神的心意站在耶稣基督的心在祷告当中所寻求的，还是你属于自己的 kimoji？ 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在工作还有家庭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里面，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别人的标签期待而活。我们所用别人所期待的标签来活，来建立的教会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时常在祷告里面寻求上帝的心意。当你清楚神要你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时候，你就会有勇气说 No， 这个我不要，这个我选择 No， 我绝对不这么做。第二个，牧师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怎么活出第二个，我们要追求那个差遣我们来到这世上的那位上帝的荣耀。我们要追求那份荣耀。那份荣耀是什么？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节里面18节里面，第18节里面，我们去看到耶稣说什么？他说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自己的荣耀的人是凭着自己说的，但那个追求差他来的就是上帝的荣耀的人，那才是真的。追求上帝差我们来的荣耀，那才是真的。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12章42节到43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的荣耀。43节说，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们爱主，但其实我们最爱的是什么？别人跟我们说赞。我们知道这一些官长他们信了耶稣，但他们更信什么？他们更信法利赛人的眼光。有没有像我们也说我们信了耶稣，可是我们更信谁？更信信徒对我们管理教会的眼光。长职最在乎信徒看待他们的眼光，可是长职有没有时常跟着牧者回到神的面前去了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官长，他们怕被赶出会堂，怕被贴上异端的标签呢，他们选择把耶稣关在心里面的那个关在心里面，他们没有办法做见证。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爱那种别人好像别人眼中的你需要是非常棒的，可是你却忘记了神在看我们的眼光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标签太世上的标签属世的标签，真的我们要好好留意。从这段圣经节其实很重要，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所信的信仰，可是我们却不敢承认的危险性。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我们其实不是要证明我们自己有多么属灵，我们多么会侍奉神，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是为了侍奉，为了表现出属灵，我们才去说自己改变生命的话，不是，而是因为上帝为了我们，将他的宝贵圣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拯救了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个全新的转变，蒙福的生命怎么来的？我们的生命愿不愿意去分享？愿不愿意去经历？愿不愿意为了这些事情来好好的感谢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标签应该是要是正向的。我们要撕掉的标签
是那不好的。我觉得标签难免都会有，但是这个标签我们要贴上是什么标签？这个标签应该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得救的生命里面，而让我们的生命是从一个没自信到有自信，从懦弱到勇敢，从以前那个无知没有智慧，甚至是未知不容易理解的脑袋进到是一个平静安稳充满智慧而且灵巧的生命。那么我相信你的生命才会感受到那个上帝爱你拯救你生命的那个丰富的恩典跟智慧，不是吗？第三个，牧师想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如何学习耶稣活出一个不被标签所束缚。这个标签的束缚是什么？我们是操练，我们要操练是按着公义公平去断定的。在马太福音第7章1到2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话其实还蛮容易懂的，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放下自己的成见。唯有我们放下自己的成见，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带出这样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想对那些觉得自己可能被贴满了许多标签的朋友说，世界给了你的标签，上帝可以帮你把它撕掉。你不是那个失败者，你是那一位被耶稣基督重价赎回的珍宝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你也不是那个无可救药的人，你是正在被圣灵正在被更新的一个作品，不是吗？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应该要去体验这种生命，不是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边我相信上帝也在呼召我们每一位信徒，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自信有信心懂得怎么样去撕标签。我觉得我们教会基督徒聚在一起不是去帮人家贴标签说这个人如何了，而是要去怎样帮他撕标签。不会的，你这样子的生命我相信可以来怎么样来调整我陪你我们不要去贴那个这个人是怪人是软弱的人我们应该是走过去，然后呢问看看他的心事关心他，为他祷告，像耶稣一样，我们看见需要的人的心，用信心跟圣灵的能力去祝福一个人。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多看别人一眼，多看别人，多看对方他的心里面的需要，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包含我们在职场上，会不会变得大家彼此那个感情关系应该会比较温暖一点而且人与人之间会比较贴近比较有人情味，这不是很好吗？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一起从今天的圣经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得着更丰富的智慧，也祝福我们的生命在未来人生的道路上继续为主而活。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在2000年前你为我承受最这个歹的标签的故事，让我更加明白我需要将生命对焦注目在正确的眼光的顶面去看待主上帝你所创造的生命。今仔日我是上帝你的儿女，我应当要活出符合上帝你做你儿女的身份和价值。主啊，愿你用你的圣神的大气力来帮助我，差遣我倒转去伫阮的生活、家庭、甲阮的教会内底，互阮毋但看见彼此的中间的困难，彼此的中间的冲突，无论夫妻关系、
无论甲囝儿关系，甚至甲阮的同工的关系，阮是毋是去甲别人甲打一个字条啊？甚至去甲伊批评，阮去甲伊论断，阮求上帝你怜悯阮。阮有时专注伫人的缺点，总是阮无去看见上帝你爱阮，好好来为主做美好干净的生命。愿上帝你帮助阮，当阮要搁一摆倒转伫阮的工作，倒转去到伫阮的教会，倒转去到伫阮的家庭，阮要搁一摆继续来努力的时，恳求上帝你，毋若赏赐互阮有够野的气力，毋若互阮会晓看见家己的需要，阮嘛会当看见阮身躯边的人因的压力甲需要，毋是看因的外表现，甲伊打一条啊，甲伊指责。阮较需要的是甲伊肯定，阮较需要的是会当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伫你的教会建立一个健康有疼的教会，互阮的心内毋是批评，毋是论断，心中乃是拥有满满是主你丰富稳定的真理甲智慧。愿上帝你帮助阮，用安尼的心，互相彼此勉励，彼此激励。愿你的话语常常帮助阮，互阮过着得胜的生命。愿你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得着真实的改变。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谢谢大家在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参与今天晚上的直播。如果你觉得今天的信息对你有所帮助，也欢迎你分享出去，让我们能够一起成为能够撕掉标签的人。别忘了，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你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美好的生命。好好珍惜你的生命。我们下次再见，平安。